Happy Birthday，北約家！我係2011年開始咧喺呢度侍奉嘅。喺教會呢段日子咧，我特別係好深刻建立咗咧盼望啊！信望愛裏邊咧，盼望咧喺我嘅生命裏邊咧，喺呢個家裏邊咧係建立咗出嚟。好記得由我嚟咗之後咧，我嘅家人啦，好多弟兄姊妹啦，同埋教會咧，其實都經歷過好多挑戰同埋困難。特別喺疫情嘅時候咧，我諗我哋仲係好記得嗰段好艱難嘅時候。我自己都係長期咧有一個眼疾啦，咁就係喺呢啲咁艱難嘅裏邊咧，首先我係好感謝弟兄姊妹咧對我哋嘅愛啦，同埋係支持啦，同埋大家都係一齊彼此嘅同行。咁亦都喺咁困難嘅裏邊咧，我發現到一個秘訣，就係當我哋願意坦誠咧呢啲嘅軟弱嘅時候咧，神嗰個能力真係會覆庇我哋。咁亦都咧，我好深刻嘅經歷咗咧神自己佢嘅帶領啦，同埋佢嘅恩典。有一處嘅經文咧，都係我對我一個好大嘅勉勵。耶利米哀歌第3章21到23節嗰度話咧：我想起這時，心裏就有指望。我們不致消滅，是出於耶和華諸般嘅慈愛，是因他嘅憐憫不致斷絕。每早晨這都是新的，你的誠實極其廣大。係啊，神嘅誠實信實極其廣大，就係因為佢嘅信實，我哋有盼望。同樣北約家，我哋經歷咗55週年，亦即係話呢，我哋經歷咗55年神對我哋嘅信實嘅時候呢，我諗我哋個個都可以話呢，我哋喺神裏邊呢係充滿住盼望。再次喺度願神賜福俾北約家，亦都呢係我哋繼續嘅喺神裏邊呢彼此嘅相愛。